来看南投县今仔日呢是伫日月潭来办集体的结婚，有30对新人来参加，因是穿着传统的礼服，伫个文武庙月老的即个面头前结做连理。若这新娘呢，毋若是会当摕到一卡指南宫赞助的金手指，这文武庙也讲，若准2栋来生囝，安尼会当抱囡仔去到庙里来领12000块的红包。尊重你。新人讲出世间交换手指，伫日月潭的美景，文武庙月老的见证下，30对新人承诺要互相扶持一世人。今年南投县的集团结婚真特别，毋但安排新人穿传统礼服，每一位新娘嘛拢会当摕到一卡指南宫赞助的金手指。穿这中式的新娘衫，跟这文武庙有点符合啦。也是顺便送我的这个生日礼物。那我们是因为2年前就已经先登记有拍了中式，那这一次就是拍个外景啊，有穿婚纱的感觉。遮风景水，啊，阮本身嘛是住伫咧县里啊遮，准备好诶，就人感觉讲较轻松，但是要家己准备，有时阵都算较麻烦。南投县政府办集团结婚，包括租新娘衫、装塔甲色度、翕结婚纪念相片，接到一对一对高龙特产遮的礼品，全拢是免费的。伫证婚仪式了后，日月潭文武庙也加码，那这批新人伫2年内生第一胎，会当互囡仔来庙里领12000块红包。是双胞胎的话，就是2份哈，1份够12000块，鼓励我们现在年轻人。生产报国，金戒指呢，也是我们贝公身上的这个金牌啊，来改用料了后的来改做的金手指，有我们这个月老，还有这个我们土地公的祝贺呢，他们未来的婚姻一定非常的幸福跟圆满。根据南投县府统计，原来全年有2200多对新人结婚，去年减100对左右，结婚率逐年拢在落。县府为着鼓励结婚，持续办理集团结婚，这2年也加强办联谊活动，希望提升结婚率。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。